投影片都做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好快哦，很快，对不对？论起今年的新闻关键字 ，AI 肯定名列前茅。2024新世代主播营今年的课程安排，特别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英老师，教导学员如何使用 ChatGPT、OpenAI、API 等，让小朋友亲身体会 AI 所带来的便利。AI 你要叫他做一首音乐的话，现在非常的简单，你连字都不用写了，你丢一张图给他，你就说，请根据这一张，你也不用跟他讲了，你就直接图丢进去，他就根据你给他的图，他就生成音乐了。我觉得这一次的新世代主播营让我学到许多 AI 的知识。印象最深刻的那些软体，软体，为什么？因为很有趣，很酷。现在最流行的一些虚拟主播啊，或者是克隆自己的声音，那也了解到 AI 现在的趋势，还有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同时可以帮助到小朋友他们在课堂当中的学习，可以把 AI 应用在学习的领域上面。除了学习 AI 科技新知，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主播郭文吉也向学员分享新闻采访技巧及新闻撰稿要点。同时，为了让这些小朋友更有在新闻第一线采访的临场感，主办单位更邀请到安南区长魏文贵、里长沈连哲来担任受访者，让小记者们问到饱。因为你收到很多之后，该做的你先掌握。学到主播跟记者他们在播报上面的一些，就是要怎么取材跟采访。你对新闻这个工作觉得有兴趣吗？其实现在的这个青少年，他们觉得对新闻都有一个很好奇心哦。那我们觉得希望让他们透过这个新闻课程的练习，包括新闻稿的制作，还有这个实际的采访演练，让他们确实知道说，新闻记者在线上实际上执行的过程大概怎样。特别在这一次的台风过程当中，大家看到很多的灾难，或者透过地震的这样的画面，让大家能够实际上去演练我们怎么样去实际上能够把第一线的消息传回到棚内。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在地深耕20年，用专业、用心和创新举办各项公益活动，提供在地民众亲近媒体的机会。例如新世代主播营，因为课程有趣又具教育意义，不少学员更是连续2年参加活动，相当受到学生及家长的欢迎。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